只係12個月，佢就升咗足足5倍。你以為佢只係影下地球相片嘅衛星公司？錯晒！而家連 Nvidia 同 Google 都排住隊要同佢合作。但係喺佢暴升50%之後，點解頂級分析師反而喺呢個時候叫大家小心收割？今日我哋就拆解呢隻太空 AI 潛力股 Planet Labs。歡迎嚟到靜流理財手札。本頻道所有內容純屬學術討論、個人意見分享同埋教育性分析，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及推薦。各位大佬，近期科技股回調，但係 Planet Labs 簡直係逆天改命。啱啱出咗嘅26年財報，營收直衝3億美元，增長26%。最誇張係佢哋個 backlog， 即係積壓訂單，一年暴增79%到9億美元。今日呢條片我會同大家講下點解 PL 唔再係一隻睇相股，而係一隻軍工 AI 股。仲會話你知下半年個1.5萬億美金嘅核彈級催化劑係乜嘢？睇到最後你就知而家係應該入市定係等派彩。以前衛星影像最難係咩？係慢，影完要傳返嚟再處理，幾個鐘甚至幾日先有結果。但係 Planet Labs 啱啱宣布同 Nvidia 合作，用佢哋最勁嘅 Blackwell 平台起咗個 GPU Native AI Engine。冇錯，而家處理數據係以秒計，呢種技術叫做 Planetary Intelligence。唔單止 Nvidia， 連 Google 都拒佢哋合作新 Catcher 計劃，預計2027年發射衛星。當你擁有全球每日更新嘅高清影像，再加上 AI 即時分析，呢個就係全世界最強大嘅預報系統。講到尾，錢從何來？答案係國防與情報 DI。Planet Labs 呢個部門嘅收入上年升咗50%，佢哋啱啱攞到美國導彈防禦局 MDA 個1510億美金嘅合約，仲有德國政府、瑞典軍隊嘅大單。但真正嘅大嘢係1.5萬億美金嘅美國國防預算。如果呢個預算喺6月到10月期間拍板，PL 作為軍方依賴嘅數據供應商，簡直係企咗喺風口位。呢個亦都係點解分析師長期睇好佢係 top line growth story 嘅主因。好啦，既然咁好，點解分析師 deep value investing 會將佢由 strong buy 降到 buy？原因好簡單，升得太急，4個禮拜升咗50%，一年500%。而家 PL 嘅估值係24倍 forward sales， 雖然比起 Palantir 嘅51倍或者 Rocket Lab 嘅48倍仲算平，但係分析師預期短線會有獲利回吐。仲有一個位大家要留意 ，Planet Labs 雖然營收好勁，但佢個 EBITDA 指引只有0到1000萬美金。換句話講，佢仲係處於燒錢衝規模嘅階段，唔係食息族嘅茶。總括嚟講 ，Planet Labs 係一隻持有 AI 靈魂嘅軍工科技股，佢嘅基本面極強 ，backlog 夠佢食2年，又有 Nvidia 撐腰。如果你係長線投資者，回調可能係入貨嘅機會，但如果你係短線，就要小心個 gap 會填補返。以上嘅內容係轉載自 Seeking Alpha 嘅其中一份研究報告，原文會喺下邊 description box。你點睇呢隻太空 AI 股？佢會唔會成為下一個 Palantir？留言話我知。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呢條片，我哋下次再拆解下一隻潛力妖股。拜拜。